尊敬嘅各位大德同修，大家好。我哋繼續嚟學習《大乘無量壽經》，請大家睇經本第64頁，第16品，唐舍樓觀第16。呢一品呢係繼續介紹極樂世界嘅依報嘅莊嚴即係講環境嘅殊勝莊嚴。由無量壽佛廣堂精舍樓觀南順，亦皆七寶自然化作，復有百諸摩尼而為交樂，明妙無比，諸菩薩眾所居宮殿，亦復如是。呢度係講無量壽佛嘅極樂世界，佢嘅廣堂精舍，呢個係阿彌陀佛講法嘅道場。廣堂呢就係講法，精舍呢係修行所用嘅道場，以及樓觀南順，呢個觀呢亦係樓嘅意思所謂亭台樓閣。南順呢個欄係欄杆，順亦都係欄杆，不過欄呢係打直嘅，順呢就打橫嘅。呢啲亦都是七寶自然化成嘅。呢個化係變化，佢唔係人工去打造出嚟嘅，係阿彌陀佛願力變現出嚟嘅。咁下邊又講到復有百諸摩尼而為交樂，即係喺呢啲亭台樓觀欄杆上邊呢，都會懸掛住白珠白色嘅嗰啲寶珠。摩尼呢係如意寶呢種寶亦係一種寶珠。佢嘅顏色可以隨住人嘅意願去變化。呢啲寶物一齊呢相互交叉，形成一種網絡。我哋可以發揮想像力，所有嗰啲珍珠寶物連埋一齊，懸掛喺嗰啲樓嗰啲飛檐欄杆上面，咁咧互相光輝映照，互相咧係裝飾，光明非常之美妙，冇法子用世間寶物可以同佢相比。
咁諸菩薩眾啊，所居宮殿亦復如是。除咗阿彌陀佛嘅講堂精舍之外，嗰度仲有好多菩薩眾啊，即係往生到極樂世界嘅呢啲人，佢哋居住嘅宮殿亦係一樣啊，同阿彌陀佛嘅講堂精舍完全一樣，亦即係用七寶構成啊，仲有好多珍珠如意寶啊嚟裝飾。呢個顯示佛同埋諸菩薩眾都係平等嘅受用所以你諗下，往生極樂世界係多麼殊勝我哋只要往生咗極樂世界啦，哪怕係梵聖同居土下品往生，我哋嘅受用同阿彌陀佛係一樣。我哋所居住嘅宮殿樓觀都係七寶形成，莊嚴無比。所以你諗到呢個世間叫你做皇帝，你都唔可以去啦。皇帝啲受用遠遠比唔上極樂世界嘅菩薩啦。經文下邊有講到，縱有在地講經誦經者，有在地受經聽經者，有在地經行者，師道及坐禪者，有在虛空講誦受聽者，經行師道及坐禪者。頭先講嘅嗰段呢，係講個環境講堂樓觀呢一段呢，係講極樂世界嘅人嗰啲諸菩薩眾咁呢裏邊嘅人呢有各種嘅活動，呢啲活動無非都喺度修行。有在地講經嘅好似我哋咁嘅人，都只能在地上面講經不能夠在空中講經有喺地上咧誦經嘅，讀誦經典。咁你喺極樂世界，你無論學咩法門隨你自己意願你自己學自己嘅冇人會打攪你你想講聽講經聽經或者誦經你中意講華嚴經你講出嚟嘅就係華嚴經你中意去誦法華經，你手上捧嘅就係法華經，隨你自己嘅願望所以修行好自在你睇住講喺地上修行嘅有在地受經聽經者受經就係受持經典就係依經典所教導嘅去修行咁就叫做受持受係接受，持係去保持你接受咗啦，一定會落實更重要就係要保持落去唔係話我聽咗經之後咧當時聽嗰時候覺得唔錯，聽完就冇事啦，唔去落實唔能夠保持就唔叫受咁你聽經極樂世界咧聽經好殊勝兩個人手拉住手喺埋一齊我中意聽華嚴經，你中意聽法華經，各人聽各人嘅阿彌陀佛嗰個願力加持每一個人隨意所願能夠接受佛陀嘅教導所以呢個道場非常殊勝
下邊講有在地上經行嘅，經行所謂三步三步可以讀經，可以念佛呢個係可以快可以慢，隨自己嘅緣。師道呢個係咩咧？喺度研究經教。坐禪咧係打坐修禪入禪定。仲有在虛空講經誦經、受經、聽經嘅呢啲人經行嘅師道嘅初禪有啲人可以喺空中嚟做呢啲事情。每一個人都可以隨你自己你中意喺地上又得你喺空中又得呢個就好自在好似我哋地球上嘅人只能喺地上不能話飛到空中去修行。飛到空中嘅天人咁呢度咧顯示極樂世界修行自在。咁我哋依家喺呢個道場裏邊一齊共修。印光大師講話，道場最好唔好超過20個人，小道場大家喺埋一齊，齊心志同道合，修同一個法門，遵守道場嘅規則修六和經。咁喺共修嘅過程中咧你亦都可以有自由發揮嘅呢啲呢個空間好似極樂世界一樣譬如講呢個道場有幾層樓你中意喺地下嗰層聽經念佛，或者係你想喺頂層甚至喺陽台甚至喺外邊去經行或者你自己打坐念佛或者係可以聽播經機或者係自己睇書研究，隨你自己嘅緣咁樣嘅道場，亦都算係近似極樂世界嘅道場只要你能夠真心真意咁去修行你就能夠成就。咁自己一定要精進不能夠將大好修行嘅機會浪費咗。下面經文有講到，或得須陀洹，或得斯陀含，或得阿那含、阿羅漢，未得阿惟越致者，則得阿惟越致。各自念道、說道、行道，莫不歡喜。喺極樂世界有4土，呢度講嘅咧係凡聖同居土嘅人。點解咧？有凡夫，有聖人。喺方便有餘土，喺呢個十報莊嚴土都係聖人，冇凡夫。咁喺極樂世界嘅凡聖同居土嗰啲天人即係凡夫，佢哋咧修行可以證果。呢個證果係指佢自己修行嘅方面，唔係講佢嘅受用。如果係論阿彌陀佛嘅加持，佢自己嘅受用係阿惟越致菩薩嘅受用。佢嘅智慧佢嘅能力、神通等同於阿惟越致。
咁呢度係不論阿彌陀佛加持，只論佢自己本身嘅修持，獲得須陀洹。呢個係講初果啊，亦證得初果啦，天眼通、天耳通就得到啊。呢個係指我哋一般世界嘅梵聖同居土嘅人啊，但喺極樂世界咧，你即使係一個凡夫去到嗰度啊，即刻你就得到圓滿嘅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啊，呢個宿命通啊、神足通，甚至係漏盡通啊！嗰個神通遠遠超過阿羅漢，呢個係阿彌陀佛加持嘅啊！咁呢度講嘅斯陀含係二果，阿那含係三果，阿羅漢係四果。啊！阿羅漢將見思煩惱全部斷咗啦，呢個係自分修持啊！但係我哋要知道啊，雖然講係小乘嘅一果、二果、三果、四果啊，但係咧嗰個佢哋嘅心量啊，佢哋嘅發心完全係大乘啊，絕對唔係小乘，只不過係講佢自己斷煩惱嘅功夫啊，相當於啊呢度講嘅初果到四果。如果係啊，佢哋冇發大菩提心，佢往生唔到。好似往生論裏邊講啊，二乘總不生。聲聞緣覺呢個二乘種性嘅人啊，冇發菩提心，佢哋往生唔到極樂世界。無量壽經第24品三輩往生都講到同一個條件，就係發菩提心，一向專念。發菩提心係第一，一向專念係第二。如果你就喺度念佛啊，即使練到啊功夫都成片，你但係冇發菩提心，咁你仲係往生唔到啊！所以往生極樂世界，全都係發咗大菩提心嘅菩薩啊！咁呢度講嘅啊，初果一果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係論佢自己斷煩惱嘅功夫。下邊講話未得阿惟越致者，則得阿惟越致。阿惟越致就係《阿彌陀經》講嘅阿鞞跋致啊，譯成中文叫做不退轉。點樣不退轉呢？喺《阿彌陀經要解》裏邊，蕅益大師為我哋說明，係三不退嘅菩薩。第一係位不退，小乘證初果，即係須陀洹果，就係位不退咯。所謂咧，佢唔會退轉到凡夫啊，佢入咗聖流。初果嘅人就叫做聖人啊，小乘破咗三界裏邊嘅88品見惑啊，佢就唔會退轉墮落成凡夫啊，佢唔會墮入三惡道啊，喺人天兩道啊7次往返就能夠證阿羅漢果啊，出三界啊。咁呢個第一個位不退，第二個咧係行不退。
呢個講佢嘅菩薩行啊，佢發咗菩提心，要做菩薩，恆常度眾生啊，永遠度眾生，絕對唔會退佢嘅菩薩心啊，唔會退轉落嚟做二乘人。二乘嘅人只能自度，不能度他啊！但係咧，呢啲係大乘菩薩，佢係不退大乘心，呢個叫做行不退。第三係念不退，講佢嘅係深深流入沙婆若海啊，沙婆若海就叫做一切種子海啊，又係如來嘅果海啊，即係圓滿嘅自性。念不退係指啊，心心念念流入自性啊，絕對唔會違背自性，偏離自性。呢種係完全係明心見性啊！所以所思所想所行全部都與聖德相應啊！其實佢係越絕對唔會起心動念，不妄想不分別不執着，咁先叫做深深流入沙婆若海啊！念不退，一起心動念就退啦。啊！佢唔會起心動念，破一分嘅無明正一分嘅法身，呢個係極高嘅境界。你睇下，我哋凡夫往生到極樂世界就可以證得呢種三不退嘅境界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就係阿惟越致菩薩。呢個真係太殊勝啦，不可思議啊！我哋如果喺呢個娑婆世界想要證得三不退要無量劫嘅時間啊！我哋一去到極樂世界竟然就當下證得啊！咁你成佛就一啲都唔難啦，極樂世界又冇退緣。一切都係增上你成佛嘅因緣你又證得三不退深深流入自性，最後圓滿證得自性加上你係壽命無量，遲早一定可以證得圓滿嘅佛果。咁《阿彌陀經要解》裏邊，蕅益大師話俾我哋聽，即使係五逆十惡呢啲人臨終見到地獄嘅相都現前就要墮地獄啦。呢個時候有善知識指導佢，相信淨土，實念成就大業往生。往生邊度呢？下品最差嘅品位，但係都係證得三不退所以蕅益大師好讚嘆呢個極樂世界真係不可思議你話呢啲人佢係明明係凡夫一品煩惱佢都冇斷到，但係去到嗰度呢，就叫做阿惟越致菩薩咁你話佢係阿惟越致菩薩咧，佢明明又係凡夫所以咧講唔出佢到底係乜嘢身份。所以十方諸佛如來嘅國土都冇極樂世界嘅呢種狀況冇呢一種嘅階位又係凡夫，同時係阿惟越致菩薩，
其他國土唔會揾得到，冇呢個法門。如果唔係自性登峰造極嘅妙德所形成啊，以及持名功德嘅奇特嘅功德啊，加上阿彌陀佛一成願海，點會有咁殊勝無比嘅奇蹟啊？呢個係講佢哋係阿惟越致菩薩啊。咁佢哋做乜嘢咧？各自念道、說道、行道，莫不歡喜。所以喺極樂世界，個個都歡喜修道啊！念道係佢嘅意業，所思所想與道相應啊！說道係口業，念佛講經啊！所以有啲同修好希望能夠將來有機會弘法學講經啊！但係咧，可能條件唔具備啊，可能係譬如講辯才差啲啦，或者係年紀比較大啦，想學咧學唔嚟啦，或者係基礎比較差啲等等條件唔具備，你亦都唔需要覺得好似好遺憾。點解咧？你去到極樂世界之後，你即刻就可以辯才無礙。你係念道、說道、行道，莫不歡喜。所以講經說法最好係成緣再嚟嘅時候嚟做。咁有啲人咧中意修行道又可以喺極樂世界說道係口業，行道係身業，身口意三業都係喺道上，只有進步唔會有退步，所以一定可以成佛。咁呢一品就講到呢度啦。下邊咧係第17品，傳持功德第17。尤其講堂左右，傳持交流，眾講深淺，皆各一等，或10由旬、20由旬，乃至百千由旬，暫言香結，具百功德。呢一品係介紹極樂世界講堂左右嘅嗰啲泉水水池嗰啲狀況，都係描述嗰度嘅景色依正依報嘅莊嚴。咁講堂左右都有水，都有嗰啲泉水有嗰啲溪流有池池裏邊咧有蓮花所謂七寶池百功德水。咁呢啲泉水池水係環繞埋一齊，互相都係通嘅，四通八達而且國內即係極樂世界呢個國土裏邊咧，到處都係咁樣，眾講深淺皆各一等。所以極樂世界
嗰度嘅風景好靚啊！嗰度嗰啲池水，池有大嘅有細嘅啊，仲有泉水啊，泉水咧可以流入池水，池水咧亦都可以變成泉水流出嚟。大小啊，呢個縱廣係講佢嘅寬度啊，可以闊啲，可以窄啲啊。嗰個縱廣啊，深淺都有啊，不同嘅呢啲等級啊，即係各種嘅形狀啊，大小形式長度、闊度、深度、淺度啊，皆各一等，即係互相可以相配合。佢唔會唔對稱嘅，唔相配嘅，唔會即係皆各一等。咁呢啲泉池嘅大小咧，有啲有10由旬一由旬喺印度嘅長度單位一般係講40里有啲講60里，有啲講80里即係印度行軍一日走嘅距離。當然行得快行得慢佢嘅長度可以唔同咁有啲係10由旬，有啲20由旬，甚至有啲有100由旬、1000由旬咁池中嘅水咧，湛然香潔，湛係清澈，可以見底水裏邊一啲雜質都冇，非常乾淨清潔香係芳香，潔係潔淨具百功德，具有百種功德所以呢度講嘅嗰度嘅七寶池裏邊又係百功德水，同《阿彌陀經》講嘅一樣。咁《阿彌陀經》咧有2種譯本一種係我哋一般經常讀到嘅鳩摩羅什大師佢翻譯嘅，另一種譯本咧睇嘅人比較少係唐朝玄奘大師翻譯嘅，就翻譯得比鳩摩羅什大師嗰個譯本咧要詳盡。下蓮居魯居士咧將呢2種譯本又做咗個匯集亦都非常值得我哋去參考。咁喺唐譯本裏邊，即係玄奘大師嘅譯本，佢就介紹邊8種功德第一種咧係澄淨即係好乾淨好清潔。第2種係清冷嗰個水溫好涼爽摸到之後接觸到之後使到你覺得身體非常之舒服如果身上有啲咁嘅熱氣燥氣可以一沖就沖晒，幫我哋洗淨身心。第3係甘美好甜美，嗰啲水味道非常之好。第4清軟輕軟好輕好柔軟，唔似我哋呢個世界嘅水其實好重好似以前冇自來水嘅時候我阿爺以前生活喺農村我依家仲記得以前我細個嗰時喺農村生活過，村裏邊咧有口井，我哋要喺個井嗰度打水攞2個桶要打水翻嚟，啲水好重要擔住翻嚟。咁喺極樂世界嗰啲水基本上可以講係冇咩重量
佢向下流又得，向上流又得，好輕而且好柔軟。你嘅人身體喺水裏邊覺得好似喺空中一樣，冇任何嘅阻礙。第五種係潤澤，滋潤我哋嘅身體，可以講係一種非常好嘅營養。第六係安和，呢個對我哋嘅心意，使我哋心意好安穩，好和樂。你飲嗰啲水又好，或者係整個人跳落嗰水裏面游都好，你都覺得整個人好舒服，心好安樂，冇煩惱。第七咧，飲嘅時候可以除去你嘅飢渴，無量過患。所有嘅呢啲身體上嘅、心上面嘅嗰啲障礙，一飲嗰啲水咧，全部可以幫你消除。第八種，飲咗之後可以長養諸根四大，增益種種殊勝善根。你睇下呢啲利益喺我哋呢個世界嘅水就冇啦。我哋依家嘅呢啲水可以解渴，但係冇可能話幫你斷煩惱、增長善根嘅。喺極樂世界嘅水有呢種利益，所以叫做百功德水。再睇下面經文，岸邊無數旃檀香樹、吉祥果樹，花果行芳，光明照耀，修調密葉，交伏如池，出種種香，世無能遇，隨風散覆，鹽水流分。呢啲文字都好優美真係原譯本佢嘅譯者喺翻譯嘅時候，呢個文字用得好。下蓮居老居士咧匯集呢啲經文亦係匯集得好，冇任何嘅嗰啲繁瑣嘅文字，好簡練好優美。佢呢度講話嗰啲池泉嘅岸邊有無數嘅旃檀香樹。旃檀係印度嘅香樹香木我哋一般講話檀香木就係指呢一種。吉祥果樹，吉祥果喺中國冇，印度先有。咁中國咧亦都有一種吉祥果，一般人講石榴。石榴裏邊好多籽比如咧多子多孫好多福，所以叫吉祥。花果行芳，嗰啲樹有花有果行芳係恒常咁樣放出芳香，而且仲可以有光明。同我哋呢個世界嘅花果就唔同啦。我哋嘅花果咧亦會有香嘅，但係唔會放光嘅。極樂世界咧又放香又放光而且呢啲光明可以照耀整個極樂世界，甚至係他方世界。修條密葉係講嗰啲樹嗰啲枝條好長嗰啲葉咧好密，即係生長得好茂盛喺水嘅兩邊好似依家我哋睇到有啲湖水旁邊咧有啲楊柳都會有樹，佢哋咧極樂世界咧係嗰啲香樹嗰啲樹好修長但樹好密
比楊柳嘅樹木嗰啲樹葉要密，交覆於池嗰啲樹枝交接埋一齊嗰啲樹葉咧，因為好密所以咧形成一個好似一個屋頂一樣覆蓋喺嗰啲池水嘅上方，仲可以放出種種嘅幽香。嗰啲香氣美妙世間任何一種香都冇辦法去做比喻世間冇呢種香，呢種香只要聞到之後即刻可以斷煩惱，開智慧。隨風散覆涎水流分嗰啲香氣樹木、樹葉、花果發出嚟嘅香氣有嗰啲微風吹嚟嘅時候，就將呢啲香氣一路散布出去，沿住嗰個水池嗰啲流水，將香氣送到各地使人咧聞到呢啲香氣就能夠有斷煩惱嘅功德。再睇下邊經文，又復持色七寶、地部金沙、優鉢羅花、鉢檀磨花、居牟頭花、分陀利花，雜色光茂，微覆水上。睇呢啲經文隨文入觀就好似置身於極樂世界一樣你睇下呢度講嘅嗰啲講堂左右嘅水池都有七寶嚟裝飾，七寶池各種嘅寶物喺嗰個池裏邊有啲喺池底有啲係池嘅邊上或者係岸邊嚟裝飾。地部金沙，池嘅底部咧亦有沙，不過啲沙咧係黃金沙都係放光嗰啲黃金好柔軟嘅好似前面經文有講到，嗰啲黃金如果鋪喺地上，好似地氈一樣，踩落去可以粒粒落去，好柔軟踩上去好舒服絕對唔會好堅硬嗰啲金沙又係好柔軟絕對唔會話傷咗你個腳嘅。咁池上咧仲有四色嘅蓮花呢度講嘅第一種係優鉢羅花，係青蓮花，青色嘅。鉢檀摩花咧係紅蓮花，居牟頭花咧係黃蓮花，分陀利花係白蓮花。你睇下四色花，同阿彌陀經講嘅一致。所謂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呢度講嘅完全一致。四種顏色嘅蓮花可以放各種顏色嘅光，而呢四種顏色咧，佢又可以匯集埋一齊，所以雜色光茂，呢個雜係匯集所以四種顏色係原色配合埋一齊咧，可以變出好多好多種無量嘅一種顏色。而且每一種顏色嘅蓮花都可以放相應顏色嘅光光茂，嗰個光係好明亮呢啲光芒微覆水上
光可以照到個水上面。水底池底咧亦都放光，水上面嘅嗰啲花亦放光，互相咁輝映，美不勝收啊！再睇下邊經文，若彼眾生過欲此水，欲自足者，欲自膝者，欲自腰翼，欲自頸者，欲自或欲灌身，或欲冷者、溫者、急流者、緩流者，其水一一隨眾生意，開神悅體，靜若無形，寶沙映徹，無心不照。若彼係假若，彼國即係極樂世界嘅眾生如果佢咧喺池水裏邊沐浴即係游泳喺敦煌嘅壁畫裏邊咧我哋都可以發現喺極樂世界確實有嗰啲游泳池嘅呢啲七寶池係有嗰啲菩薩喺嗰度游泳有啲人喺水裏邊頭上仲有圓光嗰啲係阿惟越致菩薩，所以呢度講話過欲此水就係喺裏邊游。欲自足者有啲人咧好中意喺嗰個水裏邊玩但係咧又唔想入去游佢想嗰啲水好淺就得啦，只係到佢腳嗰度能夠有個腳嗰個覆蓋到個腳面上面就得噶啦。有啲人咧中意咧水深少少到佢膝頭哥有啲人咧希望嗰啲水到個腰咁高或者係腋下到胸前咁高，或者係到頸咁高甚至整個頭都可以蓋過有啲人中意潛水各種人佢喺水裏邊無論點樣去遊玩，嗰啲水都可以隨人嘅意思嚟變化深淺可以變化所以絕對唔使驚話，哎呀，我唔識游水，我落去嗰邊咪好麻煩？唔會你中意淺水又得中意深水又得。有啲人好識游泳嘅好似我以前好中意游水甚至咧大學嗰陣可以參加廣州市比賽都攞名次嘅我就中意深一啲水咁就希望能夠灌頂整個身體可以洗喺水裏邊。仲有啲咧水溫亦都可以隨人嘅意思調嘅或欲冷者、溫者隨你自己意思或者係急流者、緩流者你想嗰啲水沖得急一啲或者係慢一啲其水一一隨眾生意。每一個眾生喺裏邊都係非常之滿意咁呢個境界確實係不可思議。你睇下同一池水，不同嘅人喺裏邊，竟然啲池水可以滿足所有人嘅意思。呢個唔係我哋凡夫情見可以想象出嚟嘅呢個其實就係顯現出華藏世界十玄妙門嘅功德。所謂一真法界一條毫毛一粒微塵都可以現出全法界出嚟局部可以現出全體全體包含局部好似天地嘅嗰個網
網上面有啲珠，每一粒珠咧可以放光啊，亦可以影出其他1000粒珠嘅嗰個光影。珠與珠之間咧互相嘅交影啊，你一粒珠可以影出1000粒珠啊，每一粒珠亦都可以影出其他嘅1000粒珠。呢個就係華嚴境界啊。咁極樂世界係一真法界，所以完全可以滿一切眾生嘅心意。咁呢啲極樂世界嘅池水其實都係咩咧？真實智慧，無為法身所以佢能夠遍知一切眾生嘅心想，而且唔需要去特別安排唔需要起心動念造作，佢自然滿足所有人嘅心意同時同處可以出現各種不同差別嘅境界每一個人喺個水裏邊都得到滿足呢個就係十圓滿裏邊嘅功德不可思議功德。咁呢啲水可以開神悅體，靜若無形寶沙映徹無心不照。開神悅體係呢啲百功德水喺洗浴呢啲眾生嘅身體同時咧可以開我哋嘅神亦即係講我哋嘅身心都非常喜悅我哋嘅心神好爽朗智力能夠增長而身體咧覺得好舒暢好安樂。咁呢啲水咧非常之潔淨清澈如同好似虛空一樣，冇任何嘅形狀。水深無論幾深都好，池底嘅寶沙都可以睇得好清楚，映現出嚟將整個水池裏邊啲水都能夠照得好光亮無心不照嗰個水可以好深好深，但係咧都能夠睇得非常之清楚整個水裏邊係一片光明。再繼續睇下面經文，微瀾隨回，轉相灌注，波揚無量微妙音聲，或聞佛法僧聲，波羅蜜聲，紫色寂靜聲，無生無滅聲，十力無慧聲，或聞無性無作無我聲，大慈大悲喜捨聲，甘露灌頂受惠聲。呢一段呢係介紹嗰啲水能夠說法，就更加不可思議啦唔單止阿彌陀佛說法啦，連水都可以說法所以極樂世界正報又好，依報又好，確確實實完全都係阿彌陀佛真實智慧無為法身嘅顯現。微瀾呢個係講水裏邊嘅波浪瀾咧本來係指比較大嘅波浪微瀾就說明佢啲水嘅波浪好微細係一種非常呢個
幅度好細嘅咁樣嘅波浪。隨回咧，隨係慢慢咁，回係回旋。所以嗰啲池裏邊嗰啲水喺度慢慢咁回旋，形成好細嘅波浪。轉相灌注係波與波之間咧互相注入，你融入我，我融入你。嗰啲水因為有咁嘅小嘅波浪，而且可以互相融入，就會產生啲聲音。水嘅聲音就非常之殊勝啦。波揚無量微妙音聲。呢啲水波嘅聲音原來喺度講法演出嘅無量微妙嘅聲音。你仔細聽下咧，有各種類型嘅聲，或聞佛法僧聲。呢個係講三寶佛法僧。使到聽到呢啲聲音嘅眾生都能夠念三寶。所以阿彌陀經裏邊講聞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佛咧係覺悟，覺而不迷；法係正知正見，正而不邪；僧係清淨，正而不染。我哋念三寶皈依三寶要知道裏邊嘅內涵。你能夠覺而不迷，正而不邪，正而不染，你係真正皈依三寶。咁極樂世界嗰啲眾生，一聽到水嘅聲音自然就會念三寶，皈依三寶。所以佢哋嘅修行絕對唔麻煩，唔會話覺得好苦、好自在。第二種聲咧係波羅蜜聲。呢個波羅蜜唔係嗰種水果大家唔好搞錯咗，佢係印度嘅梵文，翻譯成嘅中文係到彼岸咁嘅意思。菩薩修六度萬行，能夠到涅槃彼岸。依家身處喺生死嘅此岸，通過呢個修行可以到涅槃彼岸。呢個係波羅蜜。咁呢度一般嚟講六波羅蜜。修菩薩行，聽到呢啲聲音自然就會修菩薩行。第三種係止息寂靜聲。止係停止，息係休息。止息就係講息滅種種嘅妄想、分別、執着。天台裏面講止觀呢個止就係呢個意思。所以當眾生聽到呢啲水波浪嘅聲音，即刻能夠止息所有妄想、分別、執着，回歸到自性嘅寂靜。寂靜係遠離一切嘅煩惱。第四種係無生無滅聲。清涼大師呢個《華嚴經》華嚴中第四組，佢話諸法本自無生便自無滅。無生當然就會無滅。
連生都唔會有啦，點會有滅呢？呢個講一切法嘅真實相。點解我哋會睇到有生滅嘅相呢？就係因為我哋自己有妄想分別執着，睇錯咗。事實呢係無生無滅嘅，但係一般凡人入唔到呢種境界。佢呢個妄想分別執着係習慣咗咯，自然就會出嚟，所以睇到嘅都係生滅相，係錯覺係妄想。咁喺極樂世界啲眾生咧，一喺呢個水裏邊一游泳一聽見呢個水波嘅聲音，即刻咧可以證得無生無滅嘅自性。真係太殊勝啦！第五係十力無畏星。十力係佛所證得嘅智力，總共有10種。咁因為時間關係，我哋呢十力咧就唔展開嚟講。喺呢個佛學大辭典裏邊有好詳盡嘅解釋。咁喺黃念祖老居士嘅淨土大經解裏邊咧，喺第46品亦都有好詳細嘅注解。無畏係講四無畏，都係佛境界裏邊所得到嘅德能。呢個四無畏主要係講佛喺大眾當中講法嗰種自在，無所畏懼。你要知道咩人講法先可以講話無畏呢？佢自己係做到咗之後先講，咁先能夠無畏。如果自己未做到講出嚟，唔好意思佢就唔會無畏。咁呢4種無畏簡單咁提下個名相啦。第一係說一切智無所謂，如來證得一切智。所以佢講呢啲智慧，完全係講自己嗰啲境界。佢唔怕人去質問佢。第二種係說漏盡無所謂，漏係煩惱，一切煩惱都破盡啦。佛係過來人，所以佢講破煩惱嘅事情佢如數家珍，無所畏懼。大家自然能夠信服。第三，說障道無所謂。乜嘢係障道嘅？呢啲障礙佛知道。每一個眾生喺咩層次上修行，會遇到咩障礙，佛都知道。佢過來人，佢可以咧幫助眾生去除修道嘅障礙。第四種係說盡苦道無所謂，將一切嘅苦都斷盡。因為苦嘅因斷盡啦，所以苦果自然就冇。咁佛係完全證得呢啲境界，所以講呢一啲佢唔會覺得唔好意思佢唔係天方夜譚佢係實實在在講佢證得嘅境界，因此無所謂。亦即係話，聽到呢啲水波嘅聲嘅時候，你亦都等於入如來嘅十力無畏嘅境界。第六種聲音係無性、無作、無我性。呢個係
好殊勝嘅妙法。呢啲水都可以演說出嚟。無性係講一切法無有實體，冇自性。因為一切法都係因緣所生。佢自己冇自性，冇實體。無作咧係離開所有嘅造作。就好似道家裏邊講無為嘅意思。無為就係冇妄想分別執着，有妄想分別執着，其實有為。無我咧係講冇任何嘅主宰。呢個我係主宰嘅意思。譬如講我呢個身體有冇一個主宰咧？你仔細諗下，諗唔出嗰個主宰出嚟。你話我呢個身體叫做定宏，嗰個名叫做定宏。但係咧，我問下你，究竟邊一部分先係定宏嘅主宰？係佢個頭咩？定係個心臟啊？定係四肢啊？你話應該係個心係主宰啊？你攞個心臟出嚟。依家嘅醫學技術好發達，可以同你移植心臟。將張三李四嘅心臟移到我個心裏邊，我個身體裏邊。咁我個主宰唔通變咗啊？我變成張三咧，定仲還是係定宏咧？所以你諗下，呢個整個組合體嚟㗎咋？所有器官細胞合成變成一個咁樣嘅身體。呢個身體冇主宰呢個叫無我。有情身冇主宰，係叫做放下人我啦。唔單止有情身，一切無情身，一切法裏邊都冇一個主宰。咁呢個係離開法我啦。人我法我都斷咗，叫做真正嘅無我。人之所以會造業，種種嘅煩惱惡業，都係因為認為有一個我。呢個係最關鍵嘅一種錯誤。以為有我，所以為呢個假我造業。自私自利，損人利己。人哋咧對我好我就會產生情就；人哋對我唔好啦，我就會產生怨恨。呢啲通通都係煩惱、貪嗔癡呢個就係因為冇智慧初認為有個我。其實係無我一切法都無我。所以喺極樂世界嘅嗰啲眾生，佢點解唔會做惡業咧？佢點解唔會起貪嗔癡咧？因為佢連嗰啲水聲都教佢無性無作無我一切法冇自性，一切法冇造作，無我。咁我哋依家見到呢啲極樂世界裏邊水流動嗰啲眾生喺度活動
咁冇造作咩？明明有造作啊，有我啊。要知道呢啲通通都係假想。極樂世界啲眾生知道，就好似人做夢一樣。喺夢中你見到人裏邊有我我呢個身體有各種人嘅身體，有各種嘅依報環境。咁到底有冇造作咧？冇造作完全都喺夢中你醒過嚟之後，冚唪唥冇晒唔單止話你醒過嚟之後嗰個裏邊啲嘢係變成冇晒啦，變成空啦，無性無作無我。你就喺夢中，佢都係無性無作無我。菩薩佢係夢醒嘅人，凡夫咧係做緊夢嘅人，喺夢裏邊以為有我有造作，所以咧佢裏邊煩惱造業受報咁菩薩修行佢明白咗啦佢知道呢啲通通都係假嘅。於是咧，佢醒咗之後，佢就將嗰啲眾生都叫醒。咁就叫做度眾生。眾生醒咗之後，其實有冇度佢？冇度。佢本來係清醒嘅，只係一時迷惑入咗夢裏邊。咁呢個係無性無作無我性。下邊第七種，大慈大悲喜捨性。呢個講嘅係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凡夫裏邊嘅天人就有慈悲喜捨。慈係俾眾生快樂，悲咧係拔除眾生嘅苦難。喜係見到人離苦得樂啦，自己心裏邊好歡喜。所謂助人為樂捨咧係內心平等，冇執着。對一切眾生捨棄咗冤親恩怨呢啲種種嘅分別，捨棄一切貪嗔痴嘅過失。呢個就慈悲喜捨。天人裏邊都有，但係咧唔夠勁，唔可以叫做大慈大悲大喜大捨。極樂世界菩薩就唔同啦，佢哋嘅慈悲喜捨係有個大字，大字係究竟圓滿嘅，超過天人多多。所以嗰啲水聲自然演說出呢啲妙法，幫助眾生生起大慈大悲大喜大捨之心。咁就當然自然得到無量嘅福德。第八種聲音係甘露灌頂受惠聲。甘露本來嘅意思係指天人不死嘅藥，食咗之後就可以延長壽命，而且個味道非常之甘美，叫做甘露。咁佛教裏邊尤其是係密宗
講到咧如來係法王，為令佛種不斷常用甘露法水為弟子灌頂所以呢個甘露就代表無上嘅妙法呢個甘露灌頂咧就係如來用最好嘅最高嘅妙法授予俾眾生，受惠就係接受法王之位。喺印度古時候嘅傳統，國王要繼位嘅時候，會請嗰啲婆羅門嘅教主取四大海嘅海水作為甘露水嘅表法然後咧灌注喺國王嘅頭頂，就代表咧佢要登基啦繼承皇位啦。咁密宗咧就用呢一種表法用甘露水灌頂係代表咩？繼承法王之位亦即係講證得無上菩提。所以你睇下呢啲水嘅聲音可以演出咁多嘅妙法呢度講嘅係百種類嘅百類嘅法音。當然每一類裏邊都係無量無邊嘅。下邊經文，得聞如是種種聲義，其心清淨，無諸分別，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隨其所聞，與法相應。其願聞者，節讀聞之，所不欲聞，了無所聞，永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呢一段係表明極樂世界嘅眾生聽到呢啲水聲說法所得到嘅法益呢度講往生極樂世界嘅人得聞如是種種聲義佢哋聽到呢啲法音都心地清淨其心清淨，聽咗之後心就清淨所以水對佢嘅加持就不可思議無諸分別，將嗰啲心中嘅種種分別執着種種嘅煩惱全部就斷除啦。呢度講嘅分別係異法有異法就有分別不異法門咧就係真正無諸分別所以呢度講係一聽到水聲入不異法門正直平等。呢個平等就係無分別無異無別咁先叫平等。正直咧係正而不邪直而不曲。如果心裏邊有邪思，咁就不正；如果心裏邊偽曲咁就不直啦。佛法裏邊講話直心是道場禪宗尤其提倡直起直用，用我哋嘅直心不用思維咁先能夠用直心正直平等咧，成熟善根。
成熟我哋嘅所有嘅善根啊，菩薩嘅善根。我哋要往生極樂世界。阿彌陀經裏邊講，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啊，善根啊非常之重要。啊，善根成熟啦，對呢個法門啊，先能夠相信。咁我哋啊，點樣先能夠補足善根呢？唯有係多聞法，啊，多念佛。聞法專門係聽無量壽經，聽淨土法門，生起對極樂世界、對淨土法門嘅信心。啊，呢個就係善根。然後念佛咧，消除我哋嘅障礙。啊，所以能夠信願持名啊，就真正係修大善根啊，成熟善根。呢度下邊講話，隨其所聞於法相應。你睇下極樂世界啊，到處都講法啊，唔單止阿彌陀佛喺講堂裏邊講法啊，你喺水裏邊游水啊，都能夠聽到法音。說明咩咧？要成熟你嘅善根啊，必須要通過多聞法啊，多聽經啊。咁喺講堂裏邊聽經，就要坐得好端正啊，要好認真。咁有啲人咧就覺得，哇，去極樂世界成日都要咁聽，咪聽得好厭啊！咁你唔使擔心，你睇下，你如果厭嘅時候，你可以去嗰個七寶池裏邊游下泳啊！啊，你可以去樹林裏邊啊，聽下嗰啲風吹嗰啲樹葉嘅聲音啊，全部都係同你講法啦！啊，你會好自在噶，處處都能夠成熟善根啊！啊，咁依家我哋福報都好大啊，有科技啊！啊，你睇下依家做嘅播經機啊，你可以隨時攞喺身上，啊，行到邊度都可以聽。似乎有啲近似啊極樂世界咁樣。啊，你喺講堂裏邊啊，當然你可以聽啊。你喺呢個平時咧啊，出去散步啊，你可以聽。啊，你喺屋企做家務可以聽。啊，甚至咧啊，你想學極樂世界啲菩薩，你去游泳啊，放喺個岸邊亦都可以聽。啊，喺屋企嗰個啊浴池裏邊，你咧放喺嗰個比較乾淨嘅地方，啊，你想喺裏邊咧洗浴，想聽亦都無妨啊！常聞法音，置身於極樂世界之中，你就係世間最快樂嘅人啊！所以學佛啊，確實係如我哋師父上人所講嘅，係人間最高享受。咁能夠隨其所聞於法相應。你睇下喺極樂世界，你聽嘅經，唔單止你能夠領會，而且能夠與法相應。與法相應係咩意思啊？你入境界啦，如來境界你能夠契合啊！
說明咧，你聽到法音你就煩惱斷盡。咁我哋呢個世界咧，呢方面啊就不容易啦。啊，好多人聽經亦聽得好多。啊，但係咧，似乎啊，佢個耳仔裏邊有障礙，聽唔明啊，六根暗頓啊。打個比喻嚟講，嗰個法就好似甘露一樣，好似醍醐就最美味嘅奶製品，好似依家講嘅嗰啲酸奶yogurt 嗰啲味道好好。佛法亦都講呢種叫做醍醐，無上醍醐。但係咩咧？無上醍醐裏邊有幾滴毒藥，咁你飲咗落去之後就會俾毒死啦。所以嗰啲法雖然係非常之好好純正但係我哋自己心裏邊有毒咩毒貪嗔痴慢疑五毒所以聽咗佛法之後就不能與法相應仲係與毒相應講個好幾簡單嘅例子聽到佛法佛法教我哋要修十善業道，於是咧我哋就攞呢個十善業道去對照人睇下人哋有冇犯，唔睇自己，睇人哋。咁呢種佛法就變成你嘅毒藥。你攞嚟做業你睇人哋唔啱睇人哋犯過錯，睇人哋破戒結果咧自己造罪，將你自己嘅清淨心污染咗。所以禪宗六祖慧能大師講得好：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你心裏邊仲睇人哋嘅過錯，睇人哋呢樣唔啱，嗰樣不如法，你自己中毒啦。聽經聞法毒害咗自己都唔知仲以為自己我佛法學得好好你睇下人哋做錯乜嘢我都知道，清淨心冇晒啦。所以聽經聞法最重要嘅係要對照自己修正自己，同別人冇關。睇人哋只睇好嘅樣，唔睇壞嘅樣。睇人人都係菩薩，唯有自己一人係凡夫，咁你就與法相應。呢度下邊有講，其緣聞者，節讀聞之。嗰啲水聲演出嘅發音佢唔會話強迫你聽你願意聽咧就聽得到，唔願意聽咧佢就冇聲你願意聽咩經你就聽到咩經你想換個頻道念頭一動佢就換咗頻道啦所以嗰個水嘅功德不可思議你自己唔會受干擾，自己中意聽乜嘢就可以聽乜嘢咁依家咧播經機就有呢個利益你自己
一人一台播經機啊！你中意聽無量壽經，有無量壽經啊！中意聽地藏經，佢可以變成地藏經嗰個卡啊！你放喺裏邊就可以變個頻道啊！你唔影響人哋咧，戴個耳機啊，人哋唔影響你。所以其餘聞者，節獨聞之啊！啊，呢個節係總是單獨聞到你自己所希望聽到嘅法音啊！咁所不欲聞啊，了無所聞啊！唔想聽啊，你就可以唔聽，永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啊！大菩提心啊，永不退轉，直至成佛啊！所以極樂世界個個都係一生成佛啊！所有嘅呢啲境界都係喺度勸你啊，保持發心啊，勸你斷煩惱、消業障啊，長智慧。再睇下邊經文：十方世界諸往生者，皆於七寶池蓮花中自然化生，悉受清虛之身，無極之體。十方世界嘅呢啲往生嘅人，去到極樂世界咧，都喺呢個七寶池蓮花中化生。嗱，你睇下呢啲眾生啊，佢唔係胎生，係化生。胎生有父母啊，自然會有成就。化生就唔會有成就。啊，呢個係阿彌陀佛嘅智慧，喺七寶池蓮花裏邊自然化生出嚟。所以我哋讀嗰個發願偈所謂九品蓮花為父母，意思就係蓮花化生。咁化身出嚟嘅身體，悉受清虛之身，無極之體。清虛無極呢啲本來係道教裏邊嘅術語但係咧佛教採用咗。當時翻譯經典嘅時候，呢個清虛喺無量壽經嘅漢譯本、吳譯本裏邊有。所以當時翻譯經典用咗中國本來文化裏邊就有嘅呢啲名詞。咁清虛係咩意思咧？呢個清虛係完全清淨不是血肉之身。咁叫清虛之體好似光，好似影整個身體好似光一樣，光嘅身體，光明體佢唔係血肉之身。無極之體嗰個身體好廣大，神通無比。可以咧無所不至，冇限制，冇一個極限，呢個叫無極。所以極樂世界嗰啲身體完全同我哋依家嗰啲身體完全唔同。佢叫做法性身。經文下邊有講：不聞三途惡惱苦難之名，尚無假設，何況實苦？
但有自然快樂之音，是故彼國名為極樂。不聞就聽唔到，聽唔到三途惡惱苦難嘅名稱，連名稱都聽唔到啦，連呢個假設嘅名稱都聽唔到，更何況有實苦呢？所以確實極樂世界無有眾苦，但受諸樂。所有眾生只有樂冇苦嘅，咁先叫做極樂。但有自然快樂之音，佢哋所聽到嘅全部都係快樂之音，是故彼國名為極樂。所以呢個極樂唔係話苦同樂相對嗰個樂，相對個樂唔叫極樂，完全離開咗苦，嗰個樂係絕對嘅樂，唔係相對嘅樂。咁點叫做相對呢？你有分別就有相對，甚至有妄想都會有相對。所以喺極樂世界呢，所有嘅眾生都係冇妄想分別執着嘅，只係念佛念法念僧，所以佢哋係極樂。咁呢一品就講到呢度啦。下邊第18品超世稀有第18。超世就係超出一切世間，稀有係講世間非常難見到嘅呢個狀況，叫做稀有。呢個都係指極樂世界嗰個正報莊嚴，超世稀有。我哋睇經文。彼極樂國所有眾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咸同一類，無差別相。但因信如方俗，故有天人之名。喺極樂世界裏邊，所有嘅眾生佢哋嘅容貌佢哋嘅色相都非常之美好，美妙到極點所以容色微妙就係指美妙到極點，超越一切世間嘅容貌，非常之稀有。點解呢？因為佢哋嘅身體，前面講到嘅係清虛之身，無極之體，嗰個身體係紫磨真金色身，個個都係32相80種好同佛身係一樣嘅，所以能夠超越世間一切嘅身體。而且仲不可思議嘅係咩呢？所有眾生嘅身體咸同一類，大家嘅身上完全一樣嘅，相同嘅，無差別相。喺我哋呢個世間，人與人之間唔平等，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就係身體容貌唔相同。有啲人呢，身體好高大，好健康，容貌呢好英俊，或者係好美麗。咁呢啲人呢，往往會傲慢。有啲人嘅嗰個身上就冇咁好啦，
可能身體好矮小甚至有殘疾容貌又好醜陋佢哋就生自卑感所以不平等。咁喺極樂世界咧，佢呢個身上全部平等一樣嘅，自然就唔會有高低貴賤自然就唔會起傲慢或者自卑嗰啲煩惱自然就冇啦。呢個係阿彌陀佛嘅設計非常有智慧。咁有啲人問啦，咁大家生得一模一樣，咁點樣認認唔出嚟點算啊？絕對唔會呢個你唔使擔心。點解咧？因為喺極樂世界，所有眾生都有6種神通譬如講佢有他心通佢有宿命通。雖然大家生嘅一模一樣我知道你嘅心，你知道我嘅心我知道你係從邊個世界嚟嘅你以前喺過去生中做咗啲咩事，大家都知道每個人嘅檔案都係公開嘅互相都知道好知道好了解所以絕對唔會認錯人嘅。但因信如方俗故有天人之名。極樂世界咧有天人嘅名號天人本來係六道嘅凡夫嚟噶，極樂世界嘅呢種人嘅名號都有原因係咩咧？呢度講出嚟啦，係信如方俗，唔係話真正有咩天人。嗰度所有嘅人都係阿惟越致菩薩，但係為咗咧隨順我哋呢個世間所以釋迦牟尼佛為我哋介紹咧係用一種我哋可以理解嘅方式嚟講解信如方俗。如方就係極樂世界以外嘅他方世界佢哋嘅習俗因為一般世界都有六道都有天人所以咧就講有天人。其實極樂世界咧都係菩薩你睇下本經裏邊嘅第38品禮佛現光第38就講到咧極樂世界唯是眾寶莊嚴聖賢共住極樂世界純一都係眾寶所莊嚴嘅，而且都係聖賢喺嗰度共住咁聖賢就唔係凡夫所謂三賢十聖都係講嘅菩薩三賢係地前菩薩，十聖咧係十地菩薩，所以佢唔係真正天人都係因為隨順世間嘅習俗嚟講嘅咁人佢嘅因係修五戒十善所以呢啲念佛往生嘅人喺佢往生之前嘅時候，佢係修十善修五戒所以佢係以人嘅身份入到極樂世界，就叫做人咁如果能夠修十善修無量呢個四無量心呢個係天業咁佢係以天人嘅身份入極樂世界所以先叫做天人咁呢度介紹得好清楚啦。下邊經文又講到，佛告阿難：譬如世間貧苦乞人，在帝王邊，面貌形狀，寧可慮乎？帝王若比轉輪聖王，
則為比留，又比黑人，在帝王邊也。轉輪聖王，威相第一，比之都利天王，又復醜劣。假令帝釋，比第六天，雖8000倍，不相類也。第六天王若比極樂國中菩薩聲聞，光顏容色，雖萬億倍，不相及弟。呢度係講極樂世界嘅菩薩眾，佢哋嘅身相容貌點樣算係叫做超世稀有呢度係舉比喻嚟講解，講咗5重嘅比喻嚟形容超世稀有。第一重咧佛叫住阿難講譬如世間貧苦黑人攞我哋呢個世間乞衣嚟舉例。乞衣係最貧賤嘅，福報最細嘅，所以都係憔悴醜陋邋遢到咗極點噶啦。咁佢企喺帝王旁邊，帝王佢嘅福報大養尊處優而且好有威儀再加上咧衣服裝飾都非常莊嚴。所以呢兩個人企埋一齊就冇辦法之相比啦。面貌形狀寧可類乎呢個類類比呢兩個人企埋一齊個面貌形狀點可能比得起咧？冇辦法之相比。咁第二重咧，比喻話帝王若比轉輪聖王，轉輪聖王咧係4天下嘅王。雖然佢都係人道，但係佢人道福報最大嘅。轉輪聖王唔係喺我哋地球上生活嘅，佢統領4天下，即係我哋一個單位嘅世界。用黃念祖嘅呢個推算一個單位世界就係一個銀河系。咁銀河系有好多好多星球所以佢哋唔係住喺我哋地球上，佢哋咧嗰個運載嘅工具係一個輪，叫輪寶所以叫做轉輪聖王。大概咧同我哋依家有時聽新聞報道講嘅UFO 不明飛行物可能係嗰個就係輪可能係外星人轉輪聖王或者佢派佢嗰啲使者嚟我哋地球上視察嘅，非常有可能。咁轉輪聖王嘅福報好大，世間嘅帝王喺佢旁邊則為比留就睇起身就好呢個卑鄙鄙流啦卑鄙醜陋。就好似嗰個乞衣企喺帝王身邊咁樣嘅程度即係兩個人一相比就好似咁樣一樣。第三重比喻係轉輪聖王威相第一，比之都利天王又復醜劣。轉輪聖王係人道裏邊威相第一嘅。佢嘅威儀，佢嘅相貌係人裏邊最為第一。但係比起天王都利天嘅天王，亦即係我哋一般講話玉皇大帝好多宗教裏邊認為係上帝咁一比起身咧，又復醜劣啦又顯得好醜陋啦好下劣啦。
就好似嗰個乞兒同帝王喺埋一齊一樣。第四咧，假令帝釋比第六天雖8000倍不相類也。帝釋就係忉利天王第二天。欲界有6層天忉利天第二層，咁佢上邊有3、4、5、6，第六天咧叫做他化自在天嘅天王係邊個咧？就係魔王魔王波旬佢個福報係欲界裏邊第一大忉利天王企喺佢旁邊雖8000倍不相類也連1/8000都比唔上遠遠不及。第五重比喻咧，第六天王若比極樂國中菩薩聲聞光顏容色，雖10000億倍不相及第。咁呢個第六天王魔王波旬同極樂世界嘅天人菩薩聲聞相比，又遠遠不及呢度講話雖10000億倍不相及第第就係及嘅意思所以極樂世界嘅眾生，佢嘅容貌，佢嘅身上佢嘅福德超過欲界福報最大嘅第六天王10000億倍都唔止咁呢度就可以見得嗰個極樂世界嗰啲眾生嘅福德多麼殊勝，呢啲完全係阿彌陀佛加持。所處宮殿衣服飲食，猶如他化自在天王。至於威德皆為神通變化，一切天人不可為比，8000萬億不可計倍。阿難應知無量壽佛極樂國土如是功德莊嚴，不可思議。呢度講極樂世界嘅人民所居住嘅宮殿身上着嘅衫所享用嘅飲食，都好似欲界最高嘅第六天王一樣。咁但係至於佢哋嘅威德威神功德佢哋所證得嘅階位佢哋嘅神通佢哋嘅變化能力，一切嘅天人都比唔上冇話欲界天色界天都比唔上無色界天都比唔上，8000萬倍8000萬億不可計倍呢個神通能力超過嗰啲天人係8000萬億不可計倍譬如講極樂世界嘅人可以喺手掌裏邊持一切世界，呢個天人絕對做唔到。又譬如講極樂世界嘅人可以喺一念當中超過10萬億佛國土去遍供諸佛呢啲天人亦係做唔到呢啲完全係阿彌陀佛原力加持嘅結果所以後邊做嘅結論阿難應知，呢個釋迦牟尼佛叫住阿難，你應當知道無量壽佛嘅極樂國土有如是功德莊嚴，不可思議。十方世界揾唔到好似極樂世界咁殊勝嘅國土
如是功德莊嚴不可思議。呢個同《華嚴經》講嘅不可思議解脫境界完全一致。同《阿彌陀經》裏邊講嘅不可思議呢個諸佛稱讚不可思議諸佛所護念經意思係一樣。呢個整個極樂世界依正莊嚴都係阿彌陀佛真實智慧無為發生嘅流露所以嗰度嘅人都係超世稀有呢個功德確實不是凡夫用思維想象可以達得到，唯有我哋能夠堅信不疑一心念佛願生彼國，就能夠契入。依家咧時間到啦呢一品經文咧我哋就講到呢度。今日有講得唔妥當嘅地方，請大家多多批評指正。阿彌陀佛。